歡迎翻到嚟九州自駕遊第2集。上集我哋去過希野溫泉，連續去咗4個大大小小嘅神社。今次嘅行程完全唔同啊，同大家遊山玩水，夜晚再趕翻去福岡市睇夜鷹。呢一條路線咧最適合自己揸車噶啦，完全去勻晒佐賀重要地標，同埋可以俾屋企人打卡影相。有幾個地方咧我都好想去睇下嘅，就例如聽聞有條瀑布靚到啲遊客唔捨得走啊。好啦。我哋而家終於都嚟咗呢一個瀑布，呢個係咩瀑布？見龜瀑布，超級之靚啊！擁有上帝視角嘅觀景台，參加福岡1年1度嘅櫻花祭。我哋係咪太遲嚟啊？所以啲檔收晒。係啊，9點半閂啊，佢哋。所以冇嘢食啦。係啊。成個行程係點樣？邊度最震撼？有咩玩？一定要緊貼住我哋嘅行程啊！事不宜遲，我哋即刻向佐賀出發 ，Let's go！ 好啦，又翻到嚟九州自駕遊，我哋繼續由佐賀舞虹出發。有咩睇嘅啲啊？係花花草草嘅。首先第一站御船山樂園，帶大家行下日本住宅嘅後花園。呢一個係一個乜嘢地方呢？原本係一座私人別墅庭園，經過咗江戶時代，配合鬼斧神工嘅自然借景，再加埋現代幾位前衛大膽嘅藝術家，搖身一變成為咗九州著名嘅旅遊景點。佢呢一個斷崖式嗰個係舞虹嘅地標嚟噶。嗱，就係呢一個位啦，大家抬頭一望。後排最高位咧，好似一隻大船嘅山崖，就係叫做御船山斷崖。遠望過去咧，有少少似我哋西貢嘅破邊洲。好，哇，風景啊嘛！1、2、3，再嚟多張啊！1、2、3。當年起呢一個花園嘅主人好聰明，佢特登運用咗呢一面又型格又粗獷嘅天然懸崖嚟做背景，襯托山下面粉紅色嘅櫻花，層次分明有立體感，形成咗強烈嘅視覺對比啊！呢一種配搭就係御船山樂園最霸氣嘅地方。哇，好正啊！嚟啊！真係喎，啲氣勢。哎呀，哇，勾到我個頭啊！哇，我個頭啲頭髮即刻亂咗，救命！好多樹枝啊上邊，因為其實呢度入嚟嘅時候咧係需要咧烏低少少身咁樣嘅，咁如果有100力以上嗰啲咧，我諗就會麻煩少少。未啊 ？OK， 我哋今日又行樓梯啊 ！OK。今次嘅樓梯咧，比琴日舒服。點啊？落翻嚟啊！係影一影，喺半山腰望翻落去喎。呢個就係最高嘅位置觀景，望翻落去下面咧就係啱啱上嚟個位。不過呢度咧其實就好短嘅啫，好容易行，難度分少少。整個佔地範圍咧相等於大半個維園，行下打下卡，個零鐘差唔多噶啦。當時咧就係4月頭，正正就係春季啊！2000棵櫻花樹盛開期，係超級靚、超級浪漫。其他唔同季節咧，仲有色彩繽紛嘅風景，值得一嚟。大風啲先啦，大風好正個效果。下一站咧45分鐘車程嚟到見龜瀑布。好啦，我哋而家終於都嚟咗呢一個瀑布，呢個係咩瀑布？見龜瀑布。嗱，睇唔睇到啊？上面咧啲水咧由最高處衝落嚟啊，應該有10樓啊。同埋咧，因為尋日可能天雨咧嘅關係落咗雨啦，咁所以咧佢今次呢個瀑布咧，亦都係零舍地急速嘅，即係多水啊。咁而我哋眼見咧就係咧啲櫻花，就係因為啲大風慢慢飄啲落入嚟，哇，好浪漫啊！呢個場景。好涼啊！見龜喺日文嘅意思係回頭望，相傳呢一個瀑布咧係靚到癲啊！
遊客咧係依依不捨嘅狀態下離開，總係咧都忍唔住望翻轉頭而命名嘅。見龜瀑布之所以能夠由一處深山溪谷發展成日本全國著名景點，原因在於佢具備咗震撼嘅天然規模，更加入選咗日本全國8大瀑布嘅權威認證，係純天然奇景嚟㗎。再嚟多張啊！1、2、3，好。好靚啊！呢度瀑布下面嗰啲石大石啊，全部咧都係鋪滿晒啲粉紅色嘅櫻花花瓣。我哋嚟呢度今日嘅日子係4月2號。係啊。4月2號咧，其實咧依家咧就應該係日本嘅春天。係啦，咁咧啲櫻花咧就已經係落緊㗎啦。最正咧係旁邊有個免費停車場，一落車慢慢散步行啊，5分鐘就到。自駕遊經過附近，冇藉口唔嚟觀摩下。離開瀑布之後，半個鐘車程嚟到唐津市最高點鏡山展望台，坐落嘅高度相等於住宅90層樓高。上到嚟你就會知道乜嘢叫做上帝視角。哇！呢度好靚啊，係咪啊？超級靚啊！270度望向唐津海灣，同埋長達5公里嘅雄之松原。稍後會講多少少呢個日本3大松原之一嘅雄之松原。先欣賞一下呢度嘅風景先。Sunny Chan。話時話呢度有一個日版嘅望夫石愛情故事，鏡山就係當年事發地。大概個內容呢，就係一位好靚嘅女仔一見鍾情一位年輕將軍，跟住出咗去打仗。故事去到最後，女仔等咗好耐，等到自己都變咗嚿石，名副其實嘅望夫石。依家鏡山展望台仍然屹立咗一座女性銅像，就係故事女主角嘅原型。上嚟鏡山展望台睇風景之餘，都可以去參觀一下，感受一下超越1000年嘅愛情傳說故事。呢度就係防風航潮，即係呢一度啊，呢個100萬棵。頭先我哋喺中間行嗰度又唔係呢度啊？係中間行嗰度咪就係呢邊咯？係啊，咪就係呢邊。但係呢個高影響嚟嘅點解咁？係啊。啱啱我哋響展望台望落去，一片好似森林咁嘅，就係雄之松原，係全日本3大松原之一，亦都係國家特別名勝嚟嘅，屬於至高無上頭銜，所以成為咗唐津市必去地標。距離有幾長呢？試幻想一下，好似由尖東去到深水埗咁遠，佈滿100萬棵黑松樹，啲樹咧又高身又密，誇張到話可以將大部分嘅陽光遮擋，好有神秘感。不過相信入夜之後應該都幾恐怖㗎，因為網上咧有其他遊客強烈提醒啊，千祈唔好夜晚入去。叢林入面完全冇街燈，太陽落山之後，成片森林就變得極度陰暗。唔好話用腳行啊，揸車啊都覺得好似拍緊恐怖片一樣。大家如果有興趣去呢個地方嘅話，絕對要安排日照時間嚟。One more time. 夜晚我哋翻到嚟福岡市，難得4月嚟到，唔好淨係掛住去天神啊、博多行街啊，要去福岡城參與佢哋嘅櫻花祭。可以食下開上車。呢度最大嘅優勢咧就係近，喺正市中心。哦，咁應該好多人去呢個啦，呢兩個咯。咁過去對面咯。好靚喎！佢日頭嚟唔使錢嘅，夜晚就要。呢度啊？好，嚟邊個位？呢度啊，影過去呢邊。準備。等哇，好恐怖紅色，好似拍緊靈異節目咁啊！係啊，真係好靚啊！爸爸影好靚啊，但係附近嘅馬光。地鐵過嚟非常方便，如果揸車嘅話，附近都有好幾個停車場嘅。我都係第一次睇夜晚嘅櫻花，好靚，人生點都要嚟體驗一次。
好啦，嚟到我哋第3同埋第4晚嘅酒店咧，我哋終於翻嚟福岡啦。我哋嚟緊呢2晚咧會入住 Hotel Vista 中洲川端嘅呢一間分店嘅。咁呢一間酒店咧，其實佢喺2019年去開啦，而且咧佢有個特色，亦都係我點解會揀嘅咧，就係佢係有一個人工溫泉，即係有個2樓有個大浴場咧，係可以咧俾所有嘅旅客啦，咁而去浸呢一個嘅人工溫泉。咁佢嘅房間數量咧，其實唔算話特別好多嘅啫，都係大概得204間左右。但係佢嘅房型咧有唔同嘅類別。咁我哋今日咧就入住呢一個嘅普通房間啦，普通大床房。咁我想講咧，我哋咧一共咧係3間房。咁我而家呢一個景觀咧已經係3間房入邊係最好㗎啦，係啦，咁就係望出邊街景。另外嗰2間房咧係望人哋好近，我諗係一個手臂之隔嘅一個牆壁咯。咁仲有我細佬間房咧，個窗就唔知點解零舍特別細個啊，只有半個窗嘅一個位置。咁 so far 咧，咁其實我屋企人俾呢間酒店嘅 comment 咧，首先係個枕頭咧冇力啊，即係好散啊，瞓落去咧就即刻啲棉好似即刻走開咁啦，同埋個床褥咧就係向中間嗰個位置凹陷咯。咁其實我哋間房咧同樣都會有呢一個情況。咁呢一個位置係我有少少對呢一間酒店咧失望嘅地方，即係我冇諗過開業咗都只不過係幾年嘅時間，但係已經咁快已經瞓冧咗張床咯。第二咧就係我哋需要停車啦，咁佢呢一間酒店嘅停車位咧係真係非常之有限，而且咧特別係對我哋呢一啲嘅7人車咧係得1至2個位置。咁其實我連續2日都問佢有冇位啦，跟住佢都話冇位，跟住我哋唯有係拍即係隔離條街嘅一個停車場咯。咁雖然佢都有個優惠價喺度嘅，咁呢個有少少其中一個美中不足嘅地方啦。但我又幾中意呢間酒店嘅，因為咧附近其實有好多餐廳啦、宵夜啦，可以營業到1點2點，有幾間拉麵鋪咧都可以營業去到24小時嘅。雖然好忙好攰，但係咧都不忙咧都會睇下電視啊 YouTube Netflix 呢一部咧反而咧就有嘅，所以我覺得就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娛樂時間咁樣咯。咁但係我講一講我哋揀佢嘅好處係咩呢？就係佢都係非常近呢一個地鐵站啦，大概係3分鐘嘅距離咧，就已經可以咧到達地鐵站。第二咧就係佢同折田神社咧係用一個步行嘅距離就已經可以到到其中一個景點啦。我哋而家入住呢2日啦，咁係位置係星期4同星期5咧，就大概係700幾蚊一晚咯，都係。咁星期6咧，我哋就即將要搬走噶啦，去第2間酒店。因為我想講，去禮拜6咧呢一間房咧係要1700幾蚊啊！禮拜6係超級貴，唔知點解咁貴啊！只不過係我哋咁啱，即係入住喺呢一個低層咧3樓咧，係完全啲景觀係 no good 啊！不過我覺得呢度就真係純粹方便咯，交通食嘢、要嗰樣就有嗰樣。7 Family Mart、Lawson 周圍都有，行幾步就有喎。全新1日行程同大家去遠少少，去呢個被譽為福岡嘅後花園覓島。由福岡出發45分鐘車程就到噶啦，超級近啊！集結咗夢幻嘅海景，有嘢食，有打卡點嘅度假勝地。重點係啊，成個 feel 咧都好似去咗沖繩咁，輕輕鬆鬆玩半日。眼前呢一個咧就係夫妻岩同埋白色鳥居，係覓島最具代表性嘅地標。循例做啲遊客嘢先，就係排隊影相啦。哇！呢度啲人全部排隊影相啊，超多人啊！果然係呢一個旅遊勝地啊嚇，同埋今日天公造美，所以成個天氣都好好。哇！成個氛圍慢活咧就唔使講噶啦，藍天白雲，睇環境都知道靚啦，隨便拎起手機影下都呃唔少 like。不過咧就睇天氣俾唔俾面啦。如果陰天落雨遇到強風，成個行程體驗會大打折扣，所以一定要揀好天過嚟啊。不過每個景點之間嘅距離好散啊，老遠行過去只係為影一張人工道具設置嘅相片，又值唔值得呢？呢個位可圈可點，留俾大家自己判斷啦。買完咖啡
或者雪糕之後咧，就可以上嚟呢一度咧飲。佢自己仲出咗好多 product 哇，係喎 Itoshima 係啊， London 衫啊 Cafe 跟住仲有啦，佢自家品牌出咗啲帽，但係其實佢啲衫幾靚啊，簡簡單單一個 logo。哇，雙動物園啊！嗱，上層佢嘅樓底咧，其實咧就唔係太高嘅啫。我咧大概170度啦，都頂頭噶啦，其實。咁呢度咧，但係咧就咧唔可以踩入去啊！一係喎，要除下。純粹係一個 area， 咁大家傾偈、飲嘢。呢架改裝巴士真係好正，好得意。揸住杯咖啡或者雪糕就可以周圍走，好似一個小型嘅博覽館咁樣啊！廣東話啊！哇哇！啊，幾勁喎，都幾好玩喎！已經撞埋一波嘢咁。企好啲，有啲唔唔夠力啊！係嘅，係。中。耶！如果係冬天11月至3月過嚟，絕對唔能夠錯過烤蠔小屋，一大桶即開即燒嘅生蠔，平到你唔信啊！呢度咧有10幾間店鋪俾大家選擇嘅。當時我哋去嘅時候咧已經4月份啦，係燒生蠔嘅水尾，有超過一半嘅餐廳都冇開。最後我哋隨便揀咗呢一間瘋狗丸。傳統嘅生蠔小屋咧，好容易俾人嘅感覺污糟，又多炭灰塵埃。但係經過我仔細嘅觀察，呢一度咧相對嘅衛生企理。首先佢哋提供嘅風褸外套乾淨，座位長凳咧又可以打開擺嘢，仲有提供手機點餐，同時支援多國語言，又有圖片標示，簡單直接。成個用餐體驗咧係幾好嘅，呢度坐舒服啲咯，但係。包啦，包啦。哇！哇！超細隻，超迷你，好似食緊蠔豉咁啊！佢係咪嗰度啲大啲咯？生蠔 BB，不過可能係產地唔一樣咯。但係好嘅，你計法係好海水味嘅。落啲嘢，因為唔好嘥咗爐。係。落個帶子好冇？我哋上次嚟真係差唔多4點啊，所以嗰時都閂晒。覺得完全個氣氛唔同啦。因為我哋嗰日去咗柳村坐船啊，跟住又食埋嘢，跟住過到嚟一好晏。Kathy 講嘅上次咧係指3年前啊，我哋都有嚟過太宰府。講真係冇乜勇氣睇翻自己啲片啊，好尷尬，好趕客。嗱，舊事咧就唔使再重提噶啦。重點係太宰府係求學業進步嘅，家長們啊記得帶小朋友嚟行個圈，沾下啲好運。重複嘅介紹咧就唔講太多啦。今次咧我哋係中午最旺嘅時間過嚟，兩邊嘅鋪頭咧都有營業，感覺煥然一新。呢度係最出名就係食梅枝餅。如果你冇食過梅枝餅咧，你就冇嚟過太宰府噶啦。咁你冇食過就冇嚟過啦。我有食過嘅，之前食過。哦，好熱啊！啲紅酒咯，但係啲梅有啲梅味咁咯，好似。有冇酸味味啊？冇啊，甜為主嘅，食翻3年前嘅味道。我哋翻去睇翻條片咧，究竟我哋3年前嘅味就係幫襯呢一間。我印象中好似係嘅。係嘛？我都唔記得咗。因為我哋上次嚟嘅時候咧，係差唔多4點半5點，店鋪咧好多都已經閂晒咯，同埋冇今日咁多人。係喎，真係唔係幾討好喎。睇實物都爭好遠。Thank you。有冇辣椒油或者豉油啊？冇啊 ，sorry。ソースがありますか？ないです。燒賣係啊，明太太宰府限定燒賣。明太子燒賣係熟透晒嘅明太子啊。OK 啊，但係我唔係好明佢上面嗰啲係燒賣咯。佢個皮係咩嚟咯？嗰時啊，佢唔係燒賣咯，
佢係明太子炸蝦，粒粒。尊重下人哋嘛。好。我咩爹多。點解你可以企咁前嘅？你係主禮嘉賓啊？黐線啊！你要咁前。因為好想見識一下咯。今日可能係日本嘅好日子，所以咧就咁啱俾我哋喺呢個太宰府入邊咧見證住人哋嘅結婚係啦。結婚祈福儀式。好啦，我哋而家咧就去到最尾一晚酒店。咁我哋咧為咗聽日咧方便去機場啦，咁所以我哋今晚咧會下榻博多區嘅。咁其實咧我都要好多謝我朋友咧去介紹呢一間酒店俾我嘅，因為咧佢話俾我聽咧呢一個酒店真係好近博多站。咁我嚟到嗰時就話，哇係喎，真係喺博多站嘅後面少少就已經係咯喎。其實咧呢一間酒店已經咧可能大過好多人，因為佢已經係1999年㗎啦。不過咧佢就喺2017年咧去翻新過嘅，咁所以就算入到嚟咧都唔會話有種好陳年嘅老味道喺度。咁同埋咧，我想講咧，今次呢一間酒店咧係比我過往今次旅程咧住嗰幾間嘅酒店咧拎枕頭啊！係。今次係特別咧，有人送枕頭俾我哋添。之前嗰幾間酒店全部咧都係要落去攞，終於似翻個酒店嘅，終於可以有人 send 啲嘢上嚟。其實我都有少許咧嘅驚喜分喺度嘅。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 check in 嘅時候咧，佢旁邊咧就已經擠咗呢一個，因為我哋有5個人啊嘛，咁我哋每人咧就可以拎一份嘅呢一個腳貼啦。咁咧就係放翻我哋行街買嘢買到好攰嘅時候咧，翻到嚟咧就可以黐背脊啊、黐腳啊位置都可以嘅。咁呢一個就係少少貼心嘅地方啦，即係對我哋遊客嚟講。好，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我以為好夠啦，點知原來咧佢都有得睇 YouTube 喎。咁第三樣嘢係啲咩咧？少少驚喜嘅地方咧，開廁所門先，噔噔。佢就係竟然咧係有支裝貨裝 size 嘅一個雪肌精嘅化妝水啦，同埋呢一個乳液咯。咁呢個咧係而家真係相當少見。咁其實呢一間咧 Mars Garden Hakata Hotel 咧，其實佢就比較相對上咧就係傳統酒店多啲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咧，無論人哋送枕頭啦，或者係一啲嘅日常用品配置咧，咁其實佢呢啲位置都做到幾到位。唯一扣分嘅地方係啲咩呢？就係呢一間酒店係冇景觀嘅，即係無論我哋呢一邊方向咧，定係我屋企人咧嘅對面方向咧，全部都係咧望住對面大廈嘅牆壁咯。咁所以咧，如果你話住一兩日咧，我覺得冇乜所謂。但係如果你話一啲 long stay 嘅話咧，咁我就覺得每日都睇唔到個陽光咧，會有少少抑壓嘅。我想講佢嘅配置都勁好，點解咧？馬路對面咧就已經係一間好大間嘅 Family Mart 啦，然後咧馬路嘅斜對面咧係有24小時嘅藥妝店，個地理位置咧可以話係咧10分滿分啊！咁所以咧我都幾開心可以住到呢一間嘅酒店。咁今日咧係禮拜六咧係出奇地貴，今日嘅房價咧係唔可以同咧平時嘅房價去做參考嘅。咁我哋今次呢一間房咧就係大概1100蚊一晚咯，即係超級貴啊啲酒店。我想講，琴日我哋住嗰間酒店咧，如果今晚再 stay 嘅話，係要1700幾蚊一晚咯。咁所以我哋就決定搬酒店啦。係啊，咁點知原來搬著間都幾好嘅酒店，幾 good 喎。每年日本睇櫻花嘅時間咧就好短嘅，而且隨住回暖嘅溫度而決定，好唔容易啊先夾到一個旅行。所以今次嘅行程咧好多都係睇景睇櫻花。我會話，只要你親身嚟一次就會明點解呢一段時間嘅機票酒店價格都會高啲。下次俾自己一個假期嚟九州睇櫻花，感受一下呢一份浪漫。今集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中意呢條片嘅話咧就記得俾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